老友記，你有冇諗過？你平時好心做善事，將舊衫打包拿去捐，如果方法用錯咗，可能喺無意之中，正喺度悄悄洩漏緊你屋企嘅財氣同好運。我同你講，呢個真係唔係因為你唔夠好心，而係你不知不覺犯咗一個極之嚴重嘅風水大忌。喺玄學入面，衫係人嘅第二層皮膚。你穿過嘅每一件舊衫都附住你極強嘅個人磁場同陽氣，你隨隨便便將佢捐出去，一旦俾一個運滯多病痛嘅人穿咗，對方嘅陰氣就會順着呢條隱形嘅紐帶，將你嘅財氣同好運慢慢拉扯走。如果你都想鎖死家宅財富，避免好運被裂漏，即刻喺下面留言寫低4個字家運大旺，等我哋一齊集氣，順手點個讚，幫你自己啟動第一個光明信號。今日我會手把手教你點樣正確處置舊衫，最緊要係我會教你一招舊衣化煞法，只要剪一刀過一過水，就諗靈幫你切斷霉運，下半年家運大旺。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打開小鈴鐺，揀全部通知，坐定定，我哋而家由頭拆解呢個局。首先，你要搞清楚一個問題，點解一件平平無奇嘅舊衫會黐住咁強烈嘅個人氣場同財氣？呢度就要由五行同人體磁場講起。衫五行屬木，但佢唔單止係一塊布，衫有個好緊要嘅功能叫採氣。咩叫採氣？即係佢識得收集同儲存周圍嘅能量。你每日喺公司、喺街、喺唔同環境行行走走，件衫不斷吸緊外界嘅電磁場同空間能量。同一時間，你又不斷釋放自己嘅陽氣同生物信息落件衫度，日積月累，件衫直頭變成你命運軌跡嘅一部分，等同一個行路嘅風水羅盤。古人講人靠盛裝，佛靠金裝，呢句話唔係淨係講外表咁簡單，深層意思係你件衫承載住你嘅身份地位、健康狀態同你嗰段時期嘅運程起跌。你試諗下，你着住件衫去見工，成功咗件衫就記錄住你當時嘅自信同好運。你着住件衫去傾生意，傾成咗我件衫就沾滿咗財氣同貴人運。呢啲唔係迷信，而係衫同人之間嘅能量交換係有根有據嘅。再講得現代少少，而家有人用量子九雲去理解，玄學就叫氣場牽連。一件充滿你個人生物印記嘅舊衫，如果俾一個運氣極低或者身體長期有病嘅人着咗上身，嗰種低迷陰濕嘅氣場就會透過件衫倒灌翻入你嘅本命。你可能會突然間覺得成日好攰，瞓極都唔夠精神，又或者明明冇做錯嘢，就係無端端破財，經常有筆錢冇厘頭咁漏走，仲有啲人會出現冇來由嘅小人，是身是非不斷。呢啲全部都唔係嚇你，係實在存在嘅磁場感應。衫可以係你最好嘅護身符，亦可以變成導向你嘅污水。關鍵就在於你識唔識得去切斷。既然衫嘅磁場咁緊要，咁你放衫嘅衣櫃又點樣呢？衣櫃本身就係你屋企嘅衣食糧倉，入面裝住嘅唔單止係布，係你嘅財帛同面子。如果你個衣櫃亂過垃圾缸，舊衫堆到一打開門就山泥傾瀉咁飲出嚟，仲要夾雜陣發霉噏味，咁你嘅財富就等於一潭死水，陳腐不堪，財氣見到都掉頭走。呢股陰濕煞氣停留喺睡房，會直接影響你嘅夫妻感情同身體健康，令你間房氣場死氣沉沉，揾錢嘅機會點會行近你？但係衣櫃混亂只係最基礎嘅表面問題，真正令你由頭衰到落腳嘅係你日常處置舊衫嗰陣唔覺意踩中嘅3大破財致命禁忌。呢3個禁忌，10個家庭有9個都犯咗，後患無窮。你聽完之後即刻可以對照下自己屋企，睇下究竟中咗幾多樣。第一個禁忌已經足以令你好多心血白費。
第一個致命大忌就係隨便將貼身心愛之物送走或捐出去，尤其係底衫褲、睡衣同埋對鞋，呢點真係好多人完全冇概念。底衫褲同睡衣係最貼住你身體嘅嘢，佢吸收嘅係你最核心嘅本命氣場，直頭記錄住你嘅體溫同心跳節奏。你將呢啲咁貼身嘅嘢送俾人，等同將自己嘅根基、自己最私密嘅能量赤裸裸咁轉讓出去。至於對鞋就更加緊要，鞋喺風水上代表路運同根基，所謂腳踏實地，你每日行路，對鞋承載住你成個人嘅行運同前途。你將自己着過嘅舊鞋唔經化煞就咁拎去送人或捐咗佢，就等於將自己嘅財路、自己嘅人生跑道親手送咗俾人。我見過唔少例子，有位太太將先生着舊嘅名牌皮鞋送俾親戚，結果先生盤生意之後無端端走下坡，仲出現徒弟背叛小人攔路嘅情況，根基動搖得好犀利。所以記實貼身心愛衣物同舊鞋，千祈唔好亂咁送人。就算要處理，一定要跟我一陣教你嘅化煞法落去做，如果唔係一定會有損失跟尾。呢個禁忌已經夠晒得人驚。但如果你覺得只要唔送貼身嘢就唔怕，咁你就太天真啦。因為第二個致命禁忌更加普遍到個個都唔覺係問題，而且殺傷力一樣咁大。第二個禁忌係咩？就係將啲舊衫長期堆滿個衣櫃唔清唔理，由得佢發霉受潮。特別係好多老一輩，一件衫着咗30-40年都唔捨得揼。衣櫃塞到爆，連櫃門都閂唔實。我同你講，呢啲衫因為長年累月唔見陽光，已經積咗極之嚴重嘅陰濕之氣，唔再係普通舊布，而係變成一個個陰煞磁石。呢股陰氣留喺你間睡房裏面，會直接破壞脂房風水，導致夫妻感情變淡，同床異夢，甚至令到家人患上呼吸系統嘅敏感、鼻敏感、皮膚痕變，長期睇醫生都唔斷尾。最慘係咩？係財氣聞到呢陣陰濕煞，根本唔會留低，兜個圈就即刻走。你可以自己驗證一下，如果你間睡房嘅衣櫃係咁樣塞滿舊衫，你近2年嘅財運一定浮浮沉沉，好難有筆錢真係袋得暖。當你聽到呢度，個心可能會開始急，諗住原來咁多規矩，咁我不如趁自己而家行運，一不做二不休，將唔要嘅衫全部清晒佢，咁咪一了百了，一了百了。如果你真係咁諗，咁你就正中第三個，亦係最令人意外嘅致命大忌。第三個大忌係咩？就係喺自己運程最旺，啱啱升職加薪或者發咗筆橫財嗰陣，亂咁丟棄舊衣。你諗深一層，你運氣最興風嗰排，着住去見客傾成大生意嗰套衫，着住上台領獎嗰件外套，甚至着住無意中中咗大獎嗰條褲。呢啲衫上面滿載住你嘅旺氣同財神喜氣，我稱佢哋做幸運戰袍。如果你因為一時衝動話要斷捨離，將呢啲充滿旺氣嘅衫當垃圾咁掉落街，你就等於親手將自己打生打死儲翻嚟嘅好運勢一次過屌晒出門口。好多人本來行緊10年大運，就係因為一時高興清衣櫃，將幾件關鍵嘅旺氣衫清走咗，運勢就此由高位滑落，一去不回頭。所以行運嗰陣更加要識得揀衫留衫。三大禁忌講完，但真正嘅戲肉而家先開始。講完呢三大禁忌，你可能已經覺得心驚驚，唔知點算好。屋企啲舊衫堆到成座山，咁以後係咪永遠都唔清得？絕對唔係。我今日要教你嘅呢一招舊衣化煞法，就係要幫你一次過解決晒以上所有難題，令你可以安心行善，同時鎖死自己嘅財氣。呢套方法係傳統風水裏面嘅實戰智慧，門額極低，只需要你行開幾步，5分鐘就可以完成。做完之後，
你批舊衫就會由慈祥地雷變返做普通乾淨嘅布料，呢個時候你再拎去捐就係真正嘅大積德，不傷己。好事不遲，我將呢套絕密心法一步一步教俾你，你記低啦。第一步叫做破印斷連，即係物理切斷氣場。你準備打包捐出去或者丟棄嗰批舊衫，未洗之前先攞一把鉸剪，揾到件衫內側嗰塊洗水標，即係洗水標臨。如果件衫冇洗水標，就直接喺領口嘅擰線位剪開一小道口子，真係一刀剪落去。呢個動作喺玄學上就叫破印，印代表件衫同你之間曾經有嘅無形契約，即係呢件衫屬於你，你呢一鉸剪係用物理嘅方式宣示你親手切斷呢件衫同你個人生物磁場之間嘅所有連線，宣告呢件衫從此再唔屬於你嘅氣場範圍。做完呢一步之後，無論邊個着起呢件衫，對方嘅運氣都唔會再同你發生牽連，你啲財氣唔會俾人扯走，對方嘅霉運亦唔會倒灌返你身上。記住，一定要先剪呢一刀，呢個係最關鍵嘅起步，千祈唔好漏。剪完之後就到第二步，洗淨殘餘。你要預備一盆清水，放一細碟粗鹽落去溶解，又或者摘幾片新鮮碌柚葉，搣碎之後浸落水度。將啱啱剪開咗洗標嗰批衫放入去浸陣，再成件過水洗乾淨，然後晾乾。粗鹽有極之強大嘅淨化同驅邪功能，可以洗刷走衫上面殘留嘅個人信息。而碌柚葉更加係傳統化煞聖物，能夠潔淨霉運同陰氣。經過呢道水嘅洗禮，件衫原本依附住嘅殘餘氣場就會被大幅度清除，還原做一件乾淨嘅布料。講到粗鹽，記得去睇返我之前同大家分享過嘅2碗粗鹽風水嗰一期，入面詳細拆解過粗鹽點樣用、點擺，可以幫你更全面咁掌握呢個神奇法寶。今次我哋集中火力用嚟洗衫已經好足夠。第3步就係至陽暴曬。洗完晾乾之後，你唔好急住即刻拎去捐，你要揀一個好天嘅日子，將呢批衫拎去大太陽底下暴曬，最少要曬足半日。陽光係天地之間最強嘅至陽之氣，能夠徹底消滅衣服喺衣櫃入面積存落嚟嘅陰濕霉氣。經過猛烈嘅日照，件衫唔單止乾爽，仲會注入純陽嘅正能量。做完剪標、鹽洗、暴曬呢3步之後，你嗰批舊衫已經唔再帶有任何你個人或者他人嘅衰運烙印，變成一件乾淨無煞嘅普通物品。呢個時候你先好安心咁拎去捐、送去回收或者轉贈俾人，咁樣做善事先係真正嘅圓滿，既幫到人，又完全保護到自己嘅家宅運同財氣。你可能會問，做完呢3步係咪已經萬無一失？係，對舊衫本身嚟講已經夠晒，但如果你想效果再倍增，就要配合埋衣櫃本身嘅方位佈局。衣櫃放喺睡房本身就代表財富，財富點擺先可以旺到你？你記住一個原則，衣櫃盡量要靠住你張床嘅左邊，即係青龍位。青龍位主貴人，主鎮壓小人。用衣櫃呢種咁大件嘅家私壓住青龍方，代表你嘅事業同財富有強大靠山，小人難以靠近你。千祈唔好將衣櫃放喺床嘅右邊白虎位。白虎位宜靜不宜動，尤其衣櫃門成日開關關，會引動白虎開口，招來是非同無謂嘅破財。呢個衣櫃方位嘅擺放係好多人忽略咗，但係影響極深遠嘅一點。除咗方位，衣櫃入面點樣長期保持乾淨？我識得好多富貴人家，佢哋有一個習慣，會定期請專人清理衣櫃，唔係單純執衫咁簡單，而係用天然嘅薰衣草乾花加一小包粗鹽，放入紗布袋，擺喺衣櫃嘅4個角位。薰衣草可以防蟲淨化空氣，粗鹽負責吸走潮氣同化解陰煞。每個月的初一、15更換一次，衣櫃長期保持乾爽清香，財富自然通暢。
好運氣先至可以入嚟延根。你唔需要住豪宅，但呢個小小嘅動作已經可以幫你將屋企衣櫃嘅能量提升至少一個層次。好，化煞嘅功夫講完，我再同你分享另一個好多人忽略但同你息息相關嘅領域，就係買二手衫，亦即係所謂嘅古着。好多人見到價錢平、款式特別，買返嚟第一日就急不及待着上身，呢個係非常之危險嘅行為。二手衫係前主人着過嘅嘢，對方一生嘅運氣、健康，甚至生前嘅經歷，全部都有可能殘存在衫嘅後圍裏面呢。你二話不說就着上身，等於同對方直接連線。如果上手係個行衰運、破過產或者已經過咗身嘅人，你等於將對方成個衰運檔案下載返嚟。所以買返嚟嘅二手衫絕對唔可以第一時間着，你必須先用粗鹽水浸泡，再擺喺烈日之下暴曬足足一日，用陽火同粗鹽嘅力量徹底洗去上手主人嘅所有殘餘信息，將件衫完全歸零之後，先至可以安心穿着。呢個係保護自己嘅基本風水法則。千祈咪貪快貪方便。既然講到衫同運氣嘅顏色配搭，就不得不提我另一套好受用嘅理論，叫過命學。你係邊一個季節出世，就命中注定會餓某一種五行元素。呢個理論應用喺舊衫處置上，同樣有巧妙嘅開運作用。如果你係春天出世嘅人，即係西到臨2月到4月，你八字多數目比較旺，五行缺金，咁樣嘅話，你衣櫃裏面嗰啲舊嘅白色、金色、銀色衫，就係你最緊要嘅金庫戰袍，盡量唔好清走佢哋，留低佢哋可以補足你命中缺嘅金。但係舊嘅綠色衫，因為屬木，你本身木已經過旺，再留太多會加劇五行失衡。所以呢類綠色舊衫可以優先用化煞法處理後清走。如果你係夏天出世，即係西到5月到7月左右，多數火旺缺水，藍黑灰色嘅衫就係你嘅救命水，千祈唔好亂掉。反之，紅色、紫色、橙色呢類火氣重嘅舊衫就係你嘅負擔，應該盡快清走。同樣道理，秋天出世嘅人餓木，可以多留綠色衫，清走過量嘅金色、白色衫。冬天出世嘅人餓火，保留紅色、紫色衣物，清走藍黑色過多嘅水氣衫。呢個就係用顏色去配合你命格做加減法，令你衣櫃成為最強嘅個人開運後盾，而唔係亂糟糟嘅雜貨攤。講到呢度，你係咪好想知道自己個衣櫃究竟擺得啱唔啱？唔使急，我陣間會教你自己點樣簡單檢查。聽完成個流程，你就會發覺原來處理舊衫保護財氣真係好簡單，只要你跟住順序做好3個步驟。第一，將準備捐嘅舊衫剪開洗水標破印，物理切斷氣場。第二，用粗鹽水或者碌柚入水過水洗淨殘餘信息。第三，拎去大太陽底下暴曬半日，注入純陽正能量。第四，先至安心拎去捐贈或回收。呢4個步驟一啲都唔複雜，但係每一步都有佢深層嘅玄學道理。只要你老老實實跟住做，就可以貼底同舊衫上嘅霉運斬臨。如果你覺得今日嘅舊衣化煞法實用，請你先幫手點個讚，為你自己嘅家宅磁場注入第一份陽氣。之後，如果你唔肯定自己衣櫃擺嘅方位啱唔啱，或者想知道自己出生季節應該保留咩顏色嘅戰袍，記得喺下面留言區寫低你屋企清理舊衫嘅情況同出生月份。我哋同好會嘅紀偉之森師兄會逐一幫你分析，最後將呢條片分享俾身邊成日腎漏財、屋企舊衫堆積如山嘅親友，你幫人化解霉運，自己嘅家運自然會更旺。記得訂閱埋我哋頻道，打開小鈴鐺鍵，全部通知。下半年我哋一齊斷絕霉運，家運大旺，大吉大利。我哋下次見。